上個月底喺本澳舉行嘅粵港澳青少年足球賽，澳門隊喺賽後被揭發派出唔符合規程年齡嘅運動員上場比賽。社會文化司司長張宇話：初步了解唔存在政府人員介入或者曾經提出要求，當局正係嚴肅跟進事件。早前一場粵港澳三地足球賽，澳門隊被揭發派出16歲以下嘅球員超齡參加14歲以下組嘅賽事。之後冠軍資格亦都被褫奪。社會文化司司長張宇話：體發局正嚴肅跟進事件，強調今次事件最重要係弄清事實。而據佢初步了解，事件並唔存在政府人員介入或者係曾經作出要求。我諗關鍵嘅係弄清嘅事實，尤其是原因出現喺邊度，邊個人係一個責任係蓄意定係無意作出一個處理。我相信大家都會接受。咁樣呢係一個合適嘅處理。如果我哋嘅而家成績未必係咁好嘅話呢，可以一個反思點樣去改善。佢認為體育運動除咗要關注成績之外，亦都要重視體育精神、誠信同道德。佢亦相信本澳絕大部分嘅教練同運動員都崇尚道德同體育精神。而較早前，體發局形容事件令體育界蒙羞，表明會委派獨立人士作客觀公正嘅調查。當局亦就事件進行咗粵港澳三地賽會嘅緊急電話會議，共識下屆需要確認所有名單，加強互信。而澳門青少年足球學校總教練邱建威亦都曾經發出聲明致歉，話事件屬教練團嘅疏忽。目前佢唔願意就事件多作評論，或需要等待調查完成之後再作回應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常報道。